癌症治疗之后，我现在肌肤变得比较脆弱敏感，所以我对保养品的选择格外谨慎。部位大约使用一个1元硬币大小的量，在精华液擦干后使用。你看小秘术动筋技术，碰到体温后顺便变液态，直接化开来，推开之后超级保湿，马上就有透亮光泽感，整个看起来很亮白。大大升级你的保养品，紧致毛孔，淡化细纹，修复肌肤，任何肌肤用起来零负担，但还是依照个人肤质斟酌用量哟。小秘术，你的皮肤小秘书，管理好你的皮肤，不用花很多时间，就能让你有升级版的保养享受。原生蜜小秘术，维精精粹。